歡迎收看2026年5月1日新聞摘要，我係 Sarah。以下係為大家選取嘅幾則頭條新聞。全球油價升至2022年以來最高水平，令人關注澳洲家庭喺加油站方面會受到咩影響。Axios 報道，美國中央司令部已經準備咗多個針對伊朗嘅快速同埋有力打擊方案。預料特朗普總統稍後會聽取相關回報。消息傳出後，布倫特原油每桶急升超過$5，現時喺$84以上交易。能源專家就警告，中東局勢如果升級，油價可能會進一步攀升，直接影響本地嘅燃油價格。同時，海灣地區緊張局勢仍然係高危水平，外交方面暫時未見有明顯進展。馬里首都嘅家庭被困住，冇辦法離開。伊斯蘭武裝分子喺巴馬科周圍加強封鎖，將成個城市封死。事件就喺國防部長喺全國多處協調襲擊中被殺後幾日發生。居民反映食品同必需品出現短缺，因為武裝組織控制晒所有主要出入口。民眾最關心嘅問題就係，我哋點先可以返到屋企？呢次圍城標誌住馬里同伊斯蘭武裝組織長期衝突嘅嚴重升級。據報軍隊正嘗試突破，但遭遇頑強抵抗。國際調解人就呼籲各方立即展開對話，防止平民傷亡增加。目前形勢極度危險，圍城仲未見到幾時先可以結束。以色列軍方喺國際水域攔截咗一支試圖向加沙運送救援物資嘅船隊，喺希臘克里特島附近拘留咗超過170名活躍分子。攔截行動喺今日進行，海軍登上咗22艘載住人道物資嘅船隻。船上所有175人都被拘留。以色列表示行動係按照國際法進行，但批評者就話喺國際水域攔截船隻係違法。親巴勒斯坦嘅活躍分子就話，佢哋只係想為加沙嘅人民帶去食物、藥物同其他必需物資。呢件事引起國際關注，人道組織呼籲立即釋放被拘留嘅人士。對成千上萬澳洲家庭嚟講，眼見置業夢越嚟越遙遠，房產市場又傳嚟壞消息。墨爾本同悉尼錄得全國最大嘅樓價跌幅，但係4月就跌咗0.6%，全國樓市錄得1年多以嚟最慢嘅增長速度，全國整體只係升咗0.3%。每個首府城市都感受到放緩，但兩大城市就帶動晒成個跌勢。研究公司 Cotality 表示，多次加息同通脹上升正在擠壓住家庭預算。專家警告，如果儲備銀行下月開會再加息，已經難以入市嘅買家可能會面對更大嘅困境。Queensland 喺1年前引入咗刑事化脅迫控制行為嘅法律，但有啲受害人話警察唔受理佢哋嘅投訴。當 Stephanie 致電 Queensland 警察舉報佢前度伴侶嘅行為嗰時，佢話警察話呢條法律太難證明，難以成功起訴。佢其後整理咗90頁嘅證據，包括短信，但係警察依然難以行動。呢條法律涵蓋喺親密關係入面嘅財務、虐待、追蹤同羞辱，但係只係適用於去年5月之後嘅行為。Queensland 警察服務處話，佢哋正努力更好咁了解呢條法律嘅影響，但係對於好似 Stephanie 咁嘅受害人嚟講，法律保障同警察回應之間仍然存在差距。多年嚟首次，緬甸發佈咗佢哋最著名政治犯嘅相片。國營媒體話，昂山素崔已經由監獄轉移到軟禁。相片入面見到呢位80歲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坐喺一張木凳上面，着住一件傳統白色上衣。自從軍方喺2021年推翻咗佢嘅政府之後，佢就一直冇公開露面過。素崔本來被判監27年，外界普遍認為呢啲罪名係出於政治動機。軍方就話佢由首都內比都嘅監獄轉移到私人住宅，係為咗慶祝佛誕。又話係要展示國家嘅所謂仁慈，但係佢嘅兒子就話呢個公佈根本冇辦法消除佢嘅擔憂。佢要求獨立核實母親係咪安全。5年前嘅政變令緬甸陷入危機同埋暴力，到今日都仲未停。素崔嘅命運一直都係國際關注嘅焦點。呢張相片難得見到呢位曾經喺全球備受推崇嘅非暴力抗爭像子人物。不過對於佢嘅家人同支持者嚟講，呢張相片引發嘅問題同佢解答咗嘅問題一樣多。數以千計嘅欖球聯賽球迷抵達布里斯本，準備觀看 NRL 魔法週，但就面對嚴重嘅交通問題。昆士蘭鐵路工人今個週末會罷工，令球迷要另覓交通工具前往 Suncorp Stadium。今次工業行動嘅焦點係薪酬同工作環境，工會要求合理工資，但政府就促請各方尋求解決方案。
嚟自其他州嘅球迷受影響最大，因為可以選擇嘅交通工具有限，預計約10萬人會湧入呢個城市。今次係今個月第2次工業行動，當局警告布里斯本會有大範圍延誤。政府就表示正努力將影響減到最低，因為呢個週末係州內最受期待嘅體育盛事之一。前總理莫里森透露，佢喺新冠疫情高峰嗰段時間，同昆士蘭省長安娜斯塔西亞帕拉斯丘克進行一次好緊張嘅電話對話，期間承受咗好大壓力。兩位領導人之間嘅對話，因為州嘅邊境管制同酒店檢疫安排問題，最後演變成衝突。莫里森形容呢次對話係佢喺今次健康危機入面其中一次最艱難嘅外交接觸。呢啲爆料反映出喺澳洲應對前所未有嘅公共衛生措施嗰陣，聯邦政府同各州之間嘅關係面臨住極大壓力。呢啲細節嘅披露係領袖們回顧點樣喺阻止病毒傳播同維持國家團結之間取得平衡嘅一部分。莫里森表示，帕拉斯丘克面對住昆士蘭選民嘅巨大政治壓力，要將病毒拒諸門外。而佢就主張開放邊境。有分析員就話，今次嘅緊張關係反映出澳洲聯邦制喺緊急情況下嘅深層結構問題。一個手持水彈槍嘅男子令到昆士蘭一間學校要封鎖，嚇親學生同老師。事發喺今朝，有人發現校園附近有武器，學生被緊急疏散入室內，老師封鎖課室，緊急服務部門亦奉召到場，家長們焦急地喺外面等候，好擔心子女嘅安全。警員迅速到場，疏散附近範圍，同時搜捕該名男子。警員確認嗰個武器係水彈槍，係一種發射軟彈嘅玩具。封鎖維持咗幾個鐘頭，當局先至解除警報，並無傳出任何人受傷。警方話涉案男子已經被拘留，面臨起訴。當局警告其他人，即使係玩具武器，都可以喺校園範圍引起嚴重恐慌，唔會被姑息。以上就係今日嘅新聞摘要。天氣方面 ，Brisbane 今日陰天，氣溫介乎15至22度，整日都幾舒服。如果中意呢個頻道，麻煩留言、點讚、訂閱支持一下，多謝。我哋聽日再見。